各位观众朋友都讲过之后，继续收听提教国际了解礼拜四某某后上下半场，同大家强烈关注两只冇共同嘅主题。上半场我哋看到美国川普总统宣布美国入到紧急狀態，呢一件事情我就嚟到影響。嗱，下半場我哋關注係兩岸係咪簽和平協議？係咪簽和平協議？係講話先公投到底對你有哪啲好處，又會帶來哪啲衝擊？你非常歡迎嚟到節目嘅特別來賓，你提教國際嘅老朋友張國生、張教授。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教授，東方也有看到你哈。唔該。你兩隻主題哦，先來關心美國。其實美國呢個事情雖然講離你醫院吼，不過沒有種長途來看吼啊，像國內嘅觀眾應同也來了解一下，喺講一個國家遇到緊急嘅狀態時節，對呢個國家來講會有哪啲嘅影響？可能遇到觀眾人來之前還忙做了些訪問同樣對緊急狀態唔係按理解吼，你做一種簡單的 CG 一種圖吼，突然大家來看一下。英文地圖吼，我看到緊急狀態佢用寫吼 ，a situation in which a government is empowered to perform actions that it would normally not be permitted。國家模式政府愛做平常做唔做嘅事情。另外 ，a government can declare such state during a disaster、civil unrest and armed conflict。幾時做嚟宣布緊急狀態咧？太災難的時節，有公民跑通的時節，冇是有武力衝突的時節。Such declaration allows citizens to change their normal behavior and orders government agencies to implement emergency plans。緊急狀態發布以後，地方政府也好，中央政府也好，是在本基調嚟做到平常做唔做嘅計劃。第一，我嚟強調一下吼，全部係緊急。全國緊急狀態法，冇是有講按照國家緊急狀態法發布了緊急嘅狀態。佢當然講佢係為到去了咩事國嘅為上，不過你是同好奇，咁一聽到用呢個方法，讓做得太多，佢要去為上嘅目的，那一件事情做乜嘅，佢愛對呢個世界做愛我同做。我想川普佢做乜愛一下宣布緊急狀態吼，主要就愛3個國會對行政權的監督，吼，因為佢主要爭議的焦點係佢愛起嘅圍牆，吼，但係起圍牆吼，國會不管共和黨還是民主黨，連其他黨都唔支持，基本上唔支持。怎麼嘅唔支持啊？因為美國吼不管用嘅有非常之多嘅啊，從吼中南美洲非法移民來嘅人，一條人咯，到美國喺久以後吼。各州嘅法律也冇共樣，所以一島人吼，佢可能冇正式合法嘅居留權，吼當然佢冇關係，但係咯，佢都有基礎權。哦，到台灣人伊難了解所謂乜叫做基礎權。基礎權嘅意思就係講各州吼，面對一隻非法嘅移民，佢非法來，佢冇身份，佢冇護照，吼佢也唔係美國人，但係咯，佢到幾個地方吼，佢可以承受嘅100萬嘅工作。納稅，吼，還有希望，然後本日咧，其實些人咧要讀國民教育、要學教嘅權利，吼，亦都台灣來講，冇辦法想象，哦，冇身份證，冇可能有一條權利，吼。但係到美國有一多地方，吼，佢係允許嘅，哦，非法移民冇身份、冇護照，但係唔到有地方，即係。唔多做投入，然後呢就乖乖納稅，嚇，國稅局也會騰徵稅，國稅局也唔係講13年，佢冇身份咯，把佢報到國土安全部，嚇，唔是大家稅，係你講13年有問題，報到國土安全部把佢舉出去，但係都美國係非常非常特殊嘅一種嘅習慣還有制度，所以一方面嚟講，美國有非常非常多嘅非法移民，批評嘅人就講，要對啊美國嘅社會。美國嘅就業形成動態嘅威脅，但另外一方面，也有不同嘅許多人因為吼，美國這個移民建立嘅國家，係嗰個時候移民到一新大陸，移民到一美國來，嚇，甚至係冇美國嘅時候，他個移民來，嗰個時候要乜個合法非法之分咯，嚇，然後一條非法移民，嚇，嗰條也係勞動力，也係社會嘅組成嘅一部分，嚇，冇時有非常強烈咧，嚇，去把佢。腳出去吼，尤其吼非法移民到美國吼，假設佢吼作為父母吼，有些人咧到美國出世吼，係一些人咧就變到美國國籍了，嚇，也對屬地主義，係屬地主義，對啊美國國籍嘅些人嚟講，嘅父母雖然冇美國國籍，但係為一般嚟講嘅法院吼，知道講為到一些人嘅權益，
因為生年嘅最好嘅照顧人係呢叫白夾尾嘛，嚇叫廿位嘛，所以嚇叫廿位就連帶後就有基礎權，即係未來可以因為嚇一種辦法來合法化佢嘅身份嗬。因為大家對美國咧嚇就較了解了，一多年就會美國去嚇強生人，然後川普執政以後嗬，佢上一擺入嚟飛踢。就會不能講按方片就得到美國咧關係。到17年。17年，但係經過也差唔多3年了，看起來一方面佢也冇繼續堅持，一講也佢唔係特別強調，所以對一種情況之下，吼，美國社會就知道講，非法移民嘅存在係一個事實，然後大家按多年會殺過來也係一個事實，吼，所以講唔難你表現咧一比較違強，吼，有辦法真正阻止佢來冇唔簡單，係呢會來。但係唔難呢，就讓佢哋走過來嘅過程，嗬，增加當地嘅門檻，甚至還可以付當地錢去投吐，從別個地方按你挖過來。印刷集團可以簽結到。按你反而付出更高嘅代價，從佢門檻嘅方法入來，因為佢要付出當高嘅代價，才有辦法入來嘛。因為佢要佢逼佢後，佢成本變高，所以佢要付當多錢，才可以入來以後，佢入咗美國之後，佢為咗要還一錢，佢只能從事更多非法嘅投入。賺嘅錢較多。係，按你賺嘅錢才較多啊，所以按你點都對美國嘅社會嘅安全係不利啊，亦係國會反對最主要嘅理由。惡性循環 （vicious circle），變到限啊有可能。做到嘅像川普經講嘅，來嘅買套嘅啦，甚至佢做買船嘅公司乜嘢喺度樣，沒有種長途，你一樣你係就會得到。也就係講，美國社會想事情嘅方法嗬，跟態度有啲上同台灣冇共樣。譬如講對台灣或台灣國家嚟講，按多年非法走入來就把佢斷定就好呀，不准佢入來啊。但係美國社會會想講。美國係一個世界上經濟最強嘅國家，佢哋我走來也係必然嘅事實，不可能冇來，多少嘅事。然後呢，以前冇一啲按嚴嘅封鎖，嗬，佢可能即刻走來以後，嗬，佢可能因為佢即刻走來嘛，佢一投入嘅薪水，嗬，只要比佢多年來國家較高，佢就可以維持生活咧，佢就可以都入美國繼續生活，但係呢，而家假設嗱當複雜。當麻煩真可以投吐入來，比如講，嗱出嚟1萬美金，所以坐船從海航上慢慢撈過來。你睇見，年代係咩時個出隻過來嘅嘛？係，因為幾多家鄉嘅薪水比啊國內比幾多美國大當多嘛，所以就算付1萬美金、2萬美金，佢係呢要一種嘅統計，佢係呢會來，佢係呢知道核算嘛。但係呢，佢一多付出1萬美金、2萬美金，佢來到美國之後，佢可能就冇辦法做嗰種非常。基本但係合法嘅投入，比如講農場啊，因為一點鐘樣8美金、10美金添，即維持生活做得，但係一還按他嘅債務係有困難。好，但係假設講佢變到講付出1萬美金、2萬美金、3萬美金嘅投吐費嗬，你佢來到佢可能要從事非法嘅，係從事一種嘅賣拖啊，或者係洗錢啊一種嘅冇，你對美國嘅社會點都係一種嘅危害啊。當今之後，提一提總告訴是用按詳細嘅分析，幫你了解社會面嘅問題嗬。其實你喺實際發生嘅狀況，3年來想了解，其實係加告訴講到一啲嘅政治面嘅嗬。你哋講。尤其你講，你總法美國5權憲法嘅事情，你會特別會講美國總法佢條3權分立了，是在做到相互制衡。問題講，你看到川普了把用NEA 按照 National Emergency Act 全國模式講國家緊急法來立個像我家講嘅立個國會，係沒有種長度嘅行政權3個嘅立法權，美國大家經講嘅3權分立相互制衡嘅制度。咁唔係是本全部破壞掉咧。聽一點，既然你係其實係總統嘅權利嘛，佢係作為合法嘅，做乜嘅民主黨嘅人做嚟出嚟批評，講司法部主任人出嚟講，我要聯合來告總統，講總統濫權，你係寫幾多權利啊？濫權到總統合法做幾多權利之間，我又唔難判啊。我想也係美國政治一個非常特殊嘅現象，一就係講。這條呢度事情非常在乎一長期，還有一個精神。也就係講，國會監督總統，一多年知道講真好，
好，所以不管用国会冇通过预算，因为预算係人民納稅嘛。那國會係人民嘅代表嘛，美國為怎麼個話獨立，只會英國一徵稅。好，記得時候係俾嗰啲人唔贊成講，嗱徵稅可以，我英國國會我要代表權，英國國會講做唔得，所以發動獨立戰爭。好，根本已變成講全部地挑戰人家差唔多為300年來嘅基礎嘅，就講唔可以做乜嘅事情啊，通用預算。預算的錢係來自人民納稅錢，所以你當然要問人民的代表啊，也唔係錢多錢少嘅問題啊。因為佢哋阿伯係偷錢啊。哎呀，這個錢吼，講實在叫數字來看，當然看起來動態，啊800億美金以上，但係就佢嘅預算嘅總規模來講，個比例一動少啊。好，所以在乎嘅人唔見得係在乎嘅錢嘅過大，而係在乎一啲精神。好，根本你可以3個國會通用100億美金。好，明年佢可能通用1000億美金嘛，那個國家一種嘅憲政嘅精神就冇睇咧。但係另外一方面嘅人吼，支持川普就講，第一，國會通過經濟重大法，有咩國會通過嘛？冇1976年，冇人就把佢廢退啦，因為發民主國家依法行政啊，佢咩依據一法有人國會通過，國會冇就把佢修改嘛。第二就係講。作為一個總統，佢係全國人民嘅代表嘛，好，所以講聯邦政府嘅預算咩差唔多1兆美金都會算幾兆美金，佢通用不到1%，好，也應該對佢哋嚟講係行政權應該有按呢個權利啦，符合比例原則。符合比例原則，譬如講而家政府從台灣嚟講吼，你講政府一年預算，譬如地方政府，譬如講 ML 啲研究人講一年嘅預算咩差唔多幾百億啊，100-200億仲有嘛，你講一中間講。有部分的 EP 金差唔多幾百萬、幾千萬，比例當然幾百萬、幾千萬，佢哇很多啦。但係就比總體來講，現狀可以運用發獎金等等，不必特別就用一筆錢就要送免費審查100。一點都現在政治來講，呢度政治的效率也係允許嘅，所以一兩邊嘅人就開始都可以爭吵，各自有各自的基礎。支持國會嘅人講。國會監督預算的使用係非常正常。好，支持川普人講，總統有權利運用一部分的預算，好，因為佢沒有民意基礎，沒正常。假設人民知道佢亂使，好，下擺中前期就冇選舉啊，也就會一個民主政治就話，大家知道你做一件事情唔錯，自然會反映到佢嘅支持度，所以也不必緊張嘛。好，所以。你剛才莊教授上半場針對美國總統川普宣布國家領導緊急狀態，帶來詳細分析。後續嘅發展又會持續為大家嚟對準到底咧是否就會就將國川普國際將幕。不過下半場我哋關注到兩岸相關消息。國民黨主席吳敦義講想要簽和平協議，不過民進黨講我簽做的先經過公投。各位觀眾朋友，嗰一擺轉到討論嘅現場，上半場看緊美國，下半場咧關注呢七個事情。假如你看到前部嘅國民黨嘅主席吳敦義是講，佢有提出一個想法，是講，係講國民黨二人先導，佢要向一個方向是留對岸簽和平協議呢一件事情來做。你看到嚴時民進黨提出是講，按重大嘅事情，真正愛來做，不能馬上做總統，不能馬上執政，一定要先。經過公投吼，我整理一種圖表，我要請教教授，你透過呢一種圖表來看一下吼。我查到呢下大家講嘅國際嘅協議啊吼，有幾種吼，有和平條約，按照 Peace Treaty， 有停戰嘅協定 Armistice， 還有停火 Ceasefire Agreement， 冇是 Ceasefire Truce， 然後正經中文做和平協議是 Peace Accords， 都帶吼呢幾種和平協議超。國際法來看，係咪有無強嘅危機啊？各自代表乜個意思？我冇喺入面，我哋都該少講。係咪底下二人真經兩岸不能馬上執政？係咪要經過公投？簽嘅係因為和平協議吼，啥變做係你跌到一隻佢適合嘅陷阱地度。其實講
因为侬爱签，表示你停火咧，你变做从一个国家之内年代有冲突的地方，你遐冲突解决的，所以香港发生乜嘅事情，国际上我来天数啥变做干涉一年内政，都在呢几件事情，你要慢来看待。哦，第一啦，就係講一般吼，所謂國與國之間吼，愛簽嘅通常很多條約，吼 treaty， 所以而家講簽和平協議吼 agreement 吼，或 accords 吼，也基本上咧，都國際法嚟講係一國之間吼，仲其下則嘅內戰嘅團體就簽嘅，吼，較無強用，好，所以到批評嘅人就講，哎呀，簽所謂和平協定吼，就會承認。台灣係中國嘅一部分，也係所謂嘅中國嘅內戰嘅結束。呢也是麻煩嘅。係，我講人知道啊，吼，到一正經嘅條文出現之前，吼，可能也同國民黨也講去公投化，吼，也不必按極就批評佢，吼，因為條文嘅內容都係樣板，吼，大家含唔啲。錯。吼，然後呢，還有咧見重點嘅地方，吼，就係講，以下唔係中華民國嘅憲法，吼，並冇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係另外一個國家，當然啦。好，而家中華民國嘅憲法還有下一條，好，到憲法整修條文嘅前言，還有講國家統一前，也就是講，你啲東西嘅是冇改變，吼，佢唔講而家兩岸之間係一國之內嘅事務，吼，係照憲法嚟講係正確嘅，好，佢並唔係兩國。所以到一種情況之下，吼，也就會講，假設人知道一和平協議，吼，要讓台灣變成中國一部分嘅安尼嘅義理嘅話，吼，佢重點唔係到一和平協議，而係到一憲法。吼，即係咁嚟講，國民黨過去同馬英九總統執政嘅時候，所有簽嘅所有嘅條約，吼，一從來冇講嘅係國與國之間嘅條約。咁你前面按到看 ECFA，還有之前呢？即全部就係。等於係兩岸嘛，吼，佢從來也冇用國號，也冇用國名，吼，所以我知道一點吼，就係講簽乜嘅東西吼，除咗看個條文以外吼，簽乜嘅種嘅主題嘅定位啊，吼，要先講清楚。第二啊，就係講唔知簽乜以後吼，係咪話引起啊國之間吼對台灣嘅安全嘅關心或擴大？可能性係非常高。你也身為一下。哦，因為呢，1982年吼，中國同美國簽嘅一兩到817公報。817公報嗰個時候講吼，美國承諾吼，假設台灣海峽嘅問題和平解決，美國會慢慢嘅減少吼對台灣嘅嗰種軍售啊，就講武器會減少本台灣。錯。好，最後我都有種。結束就係所謂永久嘅解決，也係寫都非常清楚。後來呢，美國講：哎呀，中國根本冇照一和平解決嘅誠意嘛，不斷嘅演習啊，吼，製造各種嘅危機等等，所以一條就始終等於無效。好，假設一下唔講和平協議簽嘅，就等於中國要回到過去嘅架構之中嘅。吼，817公報又可以吼繼續實行嘅，吼，一點對台灣嚟講，吼，當然國際法方嚟講，吼，要一下兩岸關係嚟講，吼，係不利，吼，不過最重點吼，我知道，當然未來條文用嘅，吼，國民黨佢可以講，哎呀，將來也不一定係執政嘛，簽啊唔一定係去簽，我只係主張去簽，吼，但係簽乜用嘅係呢？這個時候靠公投，吼，係呢其他嘅方式讓人民來決定，吼。好，也民主國家，我知道講，按你講，我知道也算係合理吼。但係我知道萬人支持愛簽和平協議哦，好來講吼，佢愛提出一個非常重要嘅問題。也就係講，中國怎麼愛同意咯？嚇，唔講我愛簽呢個協議，中國簽呢個協議有乜嘅好處呢？嚇，假設講中國冇好處，佢怎麼愛同簽咯？因為中國嘅好處係萬人愛搬出來咯，因為冇好處冇佢唔愛簽。啊，而且嘛，乜嘅條約，乜嘅契約。冇好處冇事要簽嘛，好，所以講而家講我同中國簽和平協議，一天呢中國要有好處，嚇或中國態度要有好處，佢才會簽。你後邊係打斷一下，所以根本你大家都摸唔錯一件事情，不論係國民黨也民進黨，從民進黨講愛成公投要台灣強勢一樣做呢件事情，問題嘅橋根本唔係對你嘅數項嘛。重點就講不管台灣公投也好，乜嘅黨執政也好。簽條約也好，簽協議也好，有兩錯嘛，有兩片。就算以後講到和平條約好嘅啦，嚇，大家較歡喜啊條約嘛，講國與國。
但係呢，就算呢我都和平條約好誒，公投也通過誒，中國怎麼要同意簽？一定要佢有知道有好處，佢才會簽。佢有好處要乜人拿出來呢？台灣前提人民要拿出來啊！係啊，就好像人家租一間屋，房東怎麼要簽？因為房客要拿出租金嘛。係啊，冇租金啊，都免費搬起那樣好。跟住個房客怎麼要簽咯？因為你嘅嘢要空出來搬嚟起嘛，而且要滿足我嘅需要嘛。所以講，中國要同意簽，不管台灣一片樣嘅唔能滿足嘅需要，佢才會簽嘛。梗係咁樣啊！只要中國對中國態度嘅了解好，佢到底愛到乜嘅佢簽嘅可能性呢？有幾個？我知道，只要台灣同意第一同意，同意，你點是冇可能嘅？只要台灣同意我知道簽乜嘅就做得。因為佢就係佢需要嘛，因為所謂和平協議就按照和平嘅意思，就係講簽咗以後愛來和平。嘅前提就係講簽以前冇和平。所以我為到和平，我同簽一協議也好。我告訴我，冇和平並唔代表對戰爭嘅狀態，像印尼下還係有感受到佢對印尼嘅武力威脅，咁算係冇和平嘛？但係中國會知道台灣威脅佢冇？唔會啊！佢並不知道台灣會威脅佢，所以佢就算冇同簽約嘅東西，佢也唔會擔心台灣會打佢嘛。台灣係太兩態，唔會打佢，所以佢根本不需要透過和平協議來達到和平嘛。因為台灣有和平嘅，佢有和平嘛，所以佢要簽約和平協議，只有一個前提，就係要和平以外嘅東西啊。佢就會同意也好，一個中國也好，因為台灣假設將一國際上嘅情況，譬如講以色列同埃及佢要簽和平條約，所以呢，因為以色列要打埃及啊，埃及打唔贏佢啊，所以我要簽約和平條約啊。嘅以色列雖然打贏，可是佢也唔想繼續幫埃及繼續戰爭啦，因為戰爭佢雖然打贏，佢也有損失啦。所以兩邊唔可以戰爭咧，和平係一個共同嘅事情。但係也來講台灣可能希望和平。中國希望和平嘛，佢冇乜嘅希望，因為也就和平嘛。台灣有可能威脅佢嘛，根本冇可能啊。按當然去嗰邊投資，按當然去嗰邊旅行，你有乜嘅威脅冇嘛？而家佢講美國安泰，他又講到美國安泰，美國對中國大陸嘅威脅大，係對台灣對中國大陸威脅大。當然美國大，佢講佢同美國簽和平協條約冇嘛？所以。美國安泰武力安強，佢就唔想同美國簽，佢同台灣簽，佢為到係乜嘅？一天咧其他政治上，唔能拿出條件來，本佢滿意，本佢歡喜，佢才會簽嘛。你就算講你，因為你還蠻發現啊，有可能係伊朗大家一樣會正式來討論吼。先從歷史之前嘅歷史來看吼，從高速黨所拍你冇記憶嘅1973年開始即越南。從此以後，美國主導越南北越到南越，結果簽嘅對巴黎簽嘅和平協議地圖，結果報明看殺下來規則亂停，加告訴講到嘅以色列嘅埃及，對咧國際上係咪簽和平協議？結果啥冇和平嘅點都較多。佢也不一定啊，因為以色列同埃及簽嘅以後，真正戰爭就冇嘅，然後雙方相互建交嘅，彼此承認嘅，但係。有人看到台灣同中國大陸簽嘅和平協議之後，我叫安好，佢會同建交。咁佢咩承認而係國家嘅亂建交？假設有一種嘅和平協議，不管乜嘅名，簽咗以後，佢可以同建交，佢可以承認也存在，跟我當然也贊成。也就是講，一和平協議本身贊成反對係你先看佢條文嘅內容，不必按揭。但係一聽到了解一個前提，就係講。佢係較大，佢同意要簽，佢一定要得到好處，得到一片嘅讓步，佢才會簽嘛。冇乜嘅好處嘅條約，契約要乜人要簽，冇作用啊。所以以下情況就係講，國際之間嘅當然加即主持人講到有越南，越南係一個非常嘅不幸嘅一種嘅潛力，就係南方北越簽咗以後，北越人士是福建嘅，就完全拆出嚟。係啊，講啊。人哋已經和平嘅危機已經結束嘅，所以我就可以拆轉去嘅。但係北越最後冇再遵守咧，不遵守嘅，所以發動戰爭咧。嗰時候美國又不想介入，所以南越就滅體咧。淪陷嘅冇嘅。以下來講簽咗和平協議之後，後面美國以後就完全就唔再介入。
好，即當然也看美國幾隻時候會政府爭持好來決定。幾隻時候美國這麼佢唔想建議，因為佢之前越南戰爭佢已經死咗幾萬人，好了退幾千億美金，佢不想再建議也真爽。老實講到美國吼，你也包括美國幾隻政府官員看外相看佢哋嘅國務卿蓬佩奧佢嘅發言，然後看 AIT 嘅發言，沒有種長途，你就感受到，哎呦，從美國離你見來見見。佢當然，因為以下來講，美國對中國的態度會較嚴厲啦。咁樣因為沒有暫停。還有就中國不斷的這種嘅不斷的往外擴張嘛，然後南中國開。所以你要利用你把機會啊。哎呀，所以一下你突然風言講美國要同中國要有對抗嘅時候，你風言同佢搶貨面。哎呀，還是到你時間點。